小心！哎，你看，你说我们老的时候会不会也像现在这个样子？然后聊着隔壁老李家的孩子都生了2个，是不是该换假牙了？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。你对这种事情好像想象力特别丰富啊。怎么嫌弃我啊？我以前就想啊，有一天我跟我喜欢的人一起散步，或者是逛超市，然后聊着再普通不过的话题，说着说着，他会不经意又很自然的对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。”想想就觉得好幸福哦。就这样子啊？你们这个时代的女生不都幻想了自己有一个很浪漫的求婚吗？鲜花呀，戒指啊，烛光晚餐啊，下跪求婚啊。你说的呢，只是一种形式，但是在我心里的爱情，比起虚无的罗曼蒂克，让我有感触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东西，那种可以踏踏实实的走在地上，感受对方心里温度的简单幸福。那，你有想过死前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子吗？死前的最后一刻，那应该是最圆满的时候吧。我的女儿抱着孙女守在我身边，我看上去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。然后我握着我爱人的手说：“老头子啊，这辈子有后悔，也没有一点遗憾。”最后，我慢慢闭上眼睛，享受人生最长的假期。我的美雪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哟。我是永远18岁的无敌青春美少女。哦。美少女想要吃双麒麟，香草口味的。哦，是哦。那你等一下。哦。来啦！我知道，热恋中的情侣就是喜欢亲亲抱抱的。可是也才离开没多久哎，会舍不得啊？陪你，不动的走完了。那我们就慢慢走，可以走好久好久好久。史密特！哦，史密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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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检查过了，找不到任何的病因。他全身的器官正在快速的衰竭。医生，你救救他！怎么会？明明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刚刚还聊到以后结婚的事，他不可以有事的。医生，对不起，他这样的状况待在医院也没有用的。你欺负了我这么久，现在好不容易翻身了，
还有好多好多事要让你帮我去做的，怎么该死啊！你醒了？都知道啊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可能是跟另外一块怀表的毁损有关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救你呢？现在的医疗水准做不到。现在不行，未来一定可以。你回去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啊？怀表的使用太过频繁，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。那个裂缝越来越大，导致怀表它的寿命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。但我不能回去。如果我回去了，我就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美雪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能离开你。我爱你。我不能看着你在我面前死掉。你走吧。你放心，你走了之后，我一定不会等你，我会马上把自己嫁掉。所以你不用担心我。美雪。蜜雪，蜜雪，不要，蜜雪，不要。我的呼吸快要窒息，你残忍探视，泪不能抑制，放纵无助的灵魂天使。你的独白只字片语从不解释，我能谅解自己，既然干苦多少次，放任了开始，填补不了的痛，该怎么收拾？你一定会没事的，只要你没事，就算我没有在你身边，你也会好好的。只要你好好的就够了，就够了。